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1日，诗篇58篇10安尼讲：耶和华也要常常引带你，伫空闲的地，互你心满意足，骨头臃肿。你要亲像灌压的园，不亲像流袂干的水泉。三甲来祈祷，常常引带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阮是你所疼惜的羊。感谢你，常常伫阮的头前引带阮，互阮所行的路无偏离。也因为你的保护甲看顾，互阮伫空闲的地，因为有你，通心满意足，骨头臃肿。伫这岁月年终的时，阮要献上阮的懊恼，也要用感谢做祭，来回应你的疼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水泉，感谢你过去的一年，对阮的生命丰盛的供应甲灌压，互喜乐甲愿望伫阮的内面不断涌出来，互阮的生命袂孤单。我要感谢懊恼，你永无煞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伫咱的生命不断地引带咱，也互咱伫空闲的地，通因为伊的供应，通心满意足，骨头臃肿，也通得到伊活命的水泉，互咱生命永袂孤单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